剪纸血压，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中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支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把双手举高。哎，此人虽然资质鲁钝，但由他的骨骼结构看来，确实是一名适合练轻功的良才。我说大侠，咱能不能关上门再摸呀？这让别人看见了不知道干什么呢啊！老夫方才发现，虽然你的体型肥胖，但肉浑骨轻，说不定你真是学轻功的良才呀！哎呀，大侠，你太厉害了，你眼睛太毒了啊！这么多人一直没看出来我有练轻功的潜质呢。高手就是高手，怎么着，大侠？那你就赶紧点拨我，指点我，让我练什么干什么都行。我现在给你跪下行不行啊？哎，万万不可！而且学武之事是急不来的。哎呀，你不急我急啊！哎呀，大侠，我现在觉得我叫你师傅都不过瘾，要不然我干脆叫你祖宗得了。你不用怕，祖宗，你是宗师嘛，对吧？哎，你可答应我了啊！你得教我轻功，让我想飞就飞，想停就停。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真想学成收放自如的绝顶轻功，那你必须先打通身上多处的血脉。那这事对你来说不复杂吧？那你赶紧打通我身上的血脉吧。没有那么简单，你的体型太肥胖了。从老夫刚才探摸你的情况来看，你身上已经有多处血脉堵塞了。堵住了？什么堵住了？这个，我怕伤了你的自尊。哎呀，你不用怕，我这个人从来没有自尊。哎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太胖了，油多粘就给堵上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大侠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我家小时候也除了说我蠢，就是说我肥，再有就是，你刚才不也说我肥胖吗？嘿嘿，我不在乎。方才老夫失言，马壮士不会放在心里吧？不会，我凡事都不往心里去，我一般都放在胃里。大侠，你只要打通我的血脉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你说吧，从哪儿打？什么时候开始打？从现在开始，从哪儿打？啊？你是说，皇上从来没到御膳房用过膳，本座派人给他送去的点心，他也从来没有尝过。7饼9千岁，宫里传回来的话确实是这么说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看来，这个小儿皇帝，真不像本座想象的那么容易对付。可能对本座已经起了疑心，本座不能给他任何机会。
让他察觉到对本座不利的蛛丝马迹。哎呀，大侠哥，你真厉害，你还会针线活呢。只要把这些银针全都插在你的头上，几个时辰以后，你全身的血脉便可畅通无碍了。你是说把这些针都扎我脑袋上？那我不成刺猬了吗？难道马壮士，你是怕受皮肉之苦吗？没事的，不会痛的。这真的啊？我可真信你啊！你别跟我家小少爷似的捉弄我。再说这玩意儿挺疼吧？你放心吧。行，那我再努一把。你别把我扎漏了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大师兄他没有理由对我爹下毒啊！我也不希望是大师兄。但是你想想，以往每天早上都是你煮粥给师傅的，而煮酒论剑那天，大师兄却争着要给师傅煮粥，这是为什么？你想过没有？你心里就没有一点点的怀疑？你就不觉得大师兄可能另有目的吗？照你的意思，大师兄是希望我爹在比武大会上输给别人。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但我可以确定的是，师傅是喝了他熬的那锅粥，才中的毒。因为那锅粥，别人没有机会碰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原因我不知道，现在当务之急，就是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。你打算怎么做？你也知道，师傅他老人家宅心仁厚，他怎么可能会相信是大师兄下毒害的他呢？我希望大师兄能尽快离开山庄。可是我爹他绝对不会同意的，而且现在官府正在捉拿大师兄，如果我们……我知道，可是为了确保师傅的安全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就算师傅会责怪我，就算我不被原谅、不被谅解，我也一定会想方设法让大师兄离开折剑山庄。灵儿，为了师傅，为了山庄所有的人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。帮你？你要我怎么做？好了，练了那么久，大家休息一下吧。是大师兄，是大师兄。英雄哥哥，给你喝水。啊，好，谢谢。英雄哥哥，你太棒了，那么多人攻你，你都能防得住。是啊，大师兄，师傅教你这套剑法虽然只守不攻，但是我想长空无名跟你比武，想要赢你也没那么容易。其实我根本不想跟他比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比武。好了，英雄哥哥，既然不知道，就不要想那些了。你跟大伙练剑练了一上午了，一定又渴又饿，我去给你们拿水果吃。好，谢谢老师，休息吧。哎，大师兄，啊，都在啊，过来。大师兄，有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你能当着大伙的面说清楚。你让我跟大伙说清楚什么呀？灵儿，你把师傅中毒那天，你亲眼所见之事，再好好问一问大师兄，让大伙儿都听一听，也评评理。灵儿，你有什么要问的，就尽管问呐。我想问，灵儿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话你要问就问呐。就是啊，灵儿，大师兄都已经这么说了，你还有什么不能问的？问吧。灵儿，你要是再不说的话，就是把我当外人。不，我从来没有把大师兄当过外人。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嘛。我想问，煮酒论剑那天，我爹喝的那锅粥，是你亲手煮的吗？
是啊。这是大师兄，这就是。没错啊，师傅的粥是我亲手煮的，煮好之后还是我亲自给师傅送过去的。这期间，难道就没有别人？别人？应该没有吧？除了我陪老大去上了一趟茅房之外，我一直盯在那儿煮粥的。这么说，师傅中毒的事，大师兄不可能不知道了。我当然知道了。当我看到那只大公鸡死在粥锅旁边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师傅一定中毒了。那大师兄觉得最有可能在粥里下毒的人会是谁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大师兄，你自己都说了，当天是你亲自煮的粥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可是你现在又不知道是谁下的毒，这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吧？小师妹，二师兄，你们不会怀疑是大师兄下的毒吧？不是我，师傅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可能给他下毒呢？真的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我们也很想不怀疑你，可是如果这件事情你不能说清楚的话，那就让人很难不联想到那锅粥里的毒跟你没有关系。二师弟，你怀疑我？除非你能说清楚。大师兄，既然你说毒不是你下的，可是为什么我爹喝了你煮的粥以后会中毒呢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是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给师傅下毒啊！是啊，小师妹，二师兄，大师兄他从小在山庄长大，跟师傅情同父子，说他下毒，打死我也不信呢。我们也很不想怀疑你。自从大师兄回到山庄的时候，我是怎么对他，大家有目共睹吧。可自从师傅中毒以后，我不得不开始琢磨。大师兄离开我们10年之久，在这10年里，我们只知道大师兄官拜神击赢了千户大人，剩下的一概不知。他为什么回到山庄？为什么会被官府通缉？那2个人为什么要把他送回来？你们谁能说清楚？你们谁能说清楚？好，既然你们都说不清楚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怀疑大师兄？二师兄说的好像有道理。大师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跟大家说清楚吧。我要真的知道为什么，我早就说了。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呀？大师兄，我们本不想怀疑你，可是种种迹象，我们又不能不怀疑你。那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们才肯相信我呢？很简单，你把事情说清楚。你为什么会被通缉？为什么又回到了山庄？快说呀，大师兄！快说呀！大师兄，快说呀！大师兄，说句话吧！说呀，大师兄！快说呀！为什么要回来？大师兄，我为什么要回来？我不知道。我真的没有给师傅下毒，请你们相信我。大师兄，既然事已至此，为了师傅和各位同门师弟的安全，请你现在立刻离开折剑山庄。什么？你要我离开？各位师弟，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大师兄，我并不想赶你走，可是我不想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。可是我江湖上有那么多的人，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对付我们折剑山庄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目的就是想取代师傅，成为武林盟主。如果师傅再有什么不测的话，咱们全庄上下所有的人都会性命不保。对，二师兄说的有道理，我们绝不能让师傅再发生任何危险。大师兄，只好委屈你了。灵儿，那天我煮粥的时候，你是知道的，你赶快告诉大家呀。是，
那天我确实看见你在厨房想要煮粥给我爹，可是后边的事情我一概不知啊。大师兄，你还是走吧。连你也不相信我？对不起，大师兄，别怪莲儿无情。为什么？大师兄，这里有张银票，你拿着吧。这是我唯一能帮你的。算了，银票你收回去吧。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，我留下来又有什么用？我答应你们我走，可是我先去跟师傅拜别，以后再走。慢着，这件事情我不想惊动师傅。糟了，那些人想把英雄哥哥逼走，我得赶紧想办法帮帮英雄哥哥，把他留下来。大师兄，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你们也都保重。把他围起来！叶红影，你这朝廷钦犯，竟然敢踏出折剑山庄，今天叫你插翅难飞！我又没犯什么罪，你们为什么抓我？少啰嗦！慢着，你不知道师傅是暂住江湖，大师兄现在身份不明，官府还是对你的罪。詹庄主，詹庄主，你快帮帮英雄哥哥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，真的来不及了。红影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您的那些徒弟逼着英雄哥哥离开折剑山庄。什么？那个人是长空无名，我担心大师兄他会。师傅，爹，红影呢？大师兄他怎么了？说。大师兄被那个长空无名给带走了。长空无名，你喝酒吗？喝酒？你真有雅兴，你带我来这儿就为了喝酒啊？当然不是。我说过，你是难得的高手，我迫不及待的想跟你一分高下。可是你我比武之约还差1天呢。当初我定下3日之约，那是因为你身上有伤。可刚才看到那么多官兵也没抓得住你，看来你的伤已无大碍，所以我想尽早开始你我之间的比武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比。浪迹天涯，但求一败。自从我初闯江湖至今，与人决斗不下100回，但从来没有尝到过失败是什么滋味。你这人真奇怪，天底下哪有什么人想让自己失败的？别人怎么想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只知道，江湖上传说你叶红影的剑术出神入化，我只想证明我的醉剑是否能赢得了你的惊涛霹浪。可是我只知道师傅教我的那套只手不攻的剑法，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。我不信。哼！拔剑吧！为什么？我要告诉他，井下会有剑，有剑。我真的只会手，不会攻。你不出手，是我最大的羞辱。背着我逼你大师兄离开山庄，简直胆大妄为！师傅，我……爹，您就别生气了。其实二师兄他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不希望您喝粥中毒的事情再次发生，所以才要大师兄离开的。诸位，你们这次真的冤枉鸟儿了。那天煮酒论剑的时候，我寸步不离地盯着他，就连山茅房我都没让他离开。
不信你们就去问孟宽嘛。孟宽？什么？孟宽？对啊，那天我带着鸟人上茅房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了。当时因为我太着急了，所以我就没跟他打招呼。他当时也肯定看到我了。这么说，武师兄也有可能是下毒的人啊？对啊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英雄哥哥赶走，太过分了。可是武师弟已经入土为安，死无对证了，怎么能找他说个清楚呢？哎，等等，入土为安，死了，那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姚北，如果红影这次有什么意外，我唯你是问。师父，我……爹啊，您就别生气了。三师兄已经带着其他师兄弟出去找了，应该很快就能把大师兄平安带回来。不行，上官无名，武功不俗，而且来历不明。红影现在的样子，如果落在他手里，怕是对红影不利。马壮士跟任院留下来，其他人跟我走，分头去找。别跑！叶平阳，别向师父无愧！给我一定要付出高义！叶平阳，你敢不攻，分明是对我的羞辱！你为什么不出剑？攻啊！攻！你在羞辱我！快出剑！攻啊！攻！我只会手不会攻，再不出手，休怪我剑下无情！剑出退拳！我想起来了，天朝皮拉！为什么不杀我？我没有杀你的理由啊！够了，我已经尝到了失败的滋味，没有继续活着的必要了。住手！你用剑背对着一个剑客，这是对剑客最大的侮辱，你知道吗？你错了，我没有要侮辱你的意思。我只记得师父跟我说过，他之所以教我用这把丹锋的宝剑，是希望我明白一些道理。只可惜我太自以为是，白活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悟到师父的苦心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。你明白了什么？凡事给别人留一条路走，我希望你也给自己留一条路走。你笑什么？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看你笑得那么开心，肯定有什么好事。我也替你高兴啊，所以跟着开心。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吗？因为失败，失败让我看清了一切。突然间，多年压在我心头上的石头，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虚名是一道无形的枷锁。现在我卸下了这道枷锁，整个人感到无比轻松。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还是替你高兴，恭喜你。叶红颜啊，你真是让我很难猜透的一个人。别说你猜不透我，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你不仅是我难得的对手，还是我最想交的朋友。真的吗？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好，等着。这壶酒敬朋友。好。我也敬你，来。
好。从今天起，你叶红影就是我长空无名的过命之交。又是这个长空无名出来捣乱，我真是看走了眼呐。当初我对他动之以情，就是想让他为我东厂所用。没想到他处处和我作对，当初我真应该把他碎尸万段。长公，魏姑娘，虽然这次在下没有完成使命，将叶红影赶出折剑山庄，但是请放心。只要一旦有机会，我一定让叶红影在折剑山庄之内无法容身。哼，说的简单。照你这么说，只要有战田云在的一天，想把叶红影逼出折剑山庄，就比登天还难。大小姐，飞鸾倒是认为，只要是人，就一定会有弱点。只要把握住对手的弱点，想要心想事成，不是难事。哦。莫非厉公公又有妙计？这个，鄙人还没有。不过我想江少侠一定心有良策吧。我？江少侠从小在折剑山庄里长大，熟悉山庄里每一个人脾气秉性的，莫过江少侠。而且，鄙人认为，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有矛盾，有冲突。江少侠只要利用山庄里人与人的矛盾和冲突，善加利用，哼，让这矛盾和冲突无限放大。我想要逼走叶红影，应该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儿吧？还请公公明示。不必了吧？响鼓不用重锤。江少侠，你是一个聪明之人，我就只能提示到这儿了。这以后的事情就看你自己了。厉公公交代你的事，你尽管放手去做好了。事成之后，我会亲禀9000岁，任你为锦衣卫千户的官职。这么大的回礼，你应该可以满足了吧？多谢魏姑娘提醒。二位交代的事情，姚北定当尽力完成，绝不辜负二位的厚望。请静候佳音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个子长得高高的，然后体型有点瘦，有点脑子呆呆的那么一个人啊？没有。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有没有见到一个个子长得和你有一点像，然后脸白白的一个人啊？对不起啊，没看见。少侠，请。长公如此多礼，在下一介草民实在受不起。二师兄，公公留步。好，后会有期。告辞。二师兄，灵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去衙门了？其实我去衙门，就是想打听一下大师兄的消息，看他是不是落在了官府的手里，绝没有别的意思。真的？唉，现在连灵儿也不相信我的为人了。二师兄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我只是觉得，那个东厂太监，他对你实在是太客气了，而且，客气的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其实我跟那个太监是偶尔碰到的，大家互相客气一下，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好了，既然你相信我，就不许乱猜了。嗯。对了，这件事情不要让你爹知道。为什么？既然你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什么不敢让我爹知道呢？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只不过我不想让师傅对我有不必要的误会，明白吗？大哥哥
和战姐姐，你们找到英雄哥哥了吗？我和二师兄到处找了，都没有见到大师兄的影子。哎，我爹和其他几位师兄弟回来了吗？没有，我和马少飞在这儿等了老半天了，谁也没找到英雄哥哥。估计这回真出事儿了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哎，师傅回来了。爹，师傅，大侠哥，不用说了，你们也没有他的消息，对吗？师傅，都怪姚北一时糊涂，错怪了大师兄，才害得他下落不明，惹您老人家担心了。姚北知错了，请师傅责罚。事已至此，罚你有什么用？真是急死人了，也不知道英雄哥哥现在到底怎么样了。我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马尚飞，英雄哥哥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了呢？别胡说八道啊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……大师兄，爹，大师兄喝多了。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你太可恶了！亏我以前还把你当成是好朋友，你瞧瞧，你把我英雄哥哥害成什么样了！我没有害他，我只是请他喝了顿酒而已。对啊，他请我喝酒，我们已经变成好朋友了。啊？什么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今日一战，我长空无名输得心服口服。我不仅佩服他的剑术，更钦佩他的心境。如此说来，你跟我徒儿比武，胜负已经不再重要了。说来还要感谢战庄主您呐。谢我？因为您培养了一个好徒弟，是他让我明白了侠为何意。有意思啊！何为侠？为侠何？侠又为何？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战庄主不愧是一代宗师啊，心怀高远。我等凡夫俗子也只能望而观之，叹为观止了。请受无名一拜。不敢当，惭愧惭愧，大侠太谦虚了。好了，不多说了。人我是平安的给你送回来了，就此告辞了。无名兄，谢谢你教我的那首诗：“落魄江湖再酒行。”主要纤细掌中轻，10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姓名啊！后会有期，告辞了。爹，大师兄真的喝多了。快扶他回房间休息，我去给他煮醒酒汤。战庄主，我帮您。哎，都走了？哎，太过分了吧！那么多人站我一个人啊！大侠哥，你不管我了？我这针都长到脑子里去了，什么素质啊！虽然这次婴儿化解了和长坤无名之间不必要的仇恨，但是直觉告诉我，真正的风波还没有开始，一场看不见的浩劫正一步一步地逼近折剑山庄。师傅，我怎么又回到折剑山庄了？是长空无名把你送回来的。哦，是他呀。他还跟我说，他跟你之间以化敌为友了。我跟他根本就没什么仇恨，本来就不应该是敌人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次做得很好，不愧为我战天云最得意的弟子。能够得到师傅的夸奖，弟子很开心。可是弟子很笨，不明白自己到底做对了什么，值得师傅这么夸奖我。因为长空无名跟我说，你让他明白了侠为何意。
若不是你自己明白了何为侠者，又如何以侠骨情怀让对手折服呢？可是师傅，我真的不懂什么是侠，况且你也没告诉过我。为侠之人，对于侠的意义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这是一种心境的体会。可惜啊，我门下弟子众多，唯一只有你一个人真正明白侠的真意。相比之下，姚北跟他们不及你的地方太多了。师傅，我真的不明白。不用多说了，你酒刚醒，师傅煮了一些醒酒汤，先喝一点醒醒酒吧。多谢师傅。你我虽然是师徒相称，却情如父子，儿子又何必谢爹呢？魏姑娘说的一点没错。如果继续让大师兄留在折剑山庄，那眼前原本属于我的这一切，都会被大师兄所夺走。不行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夺走我的一切。行了啊，你头上的银针已经被我全取下来了。真的啊？大侠哥，你再确认一下，确实没留下一根两根的吧？啊？哎，大侠哥，终于拔出来了。这扎里脑袋真太难受了，吃饭不敢吃，睡觉不敢睡，上茅厕我都不敢低头。大侠哥，这么说，我现在经脉已经打通了。啊？相信以后你施展轻功的时候，一定能够收放自如的。真的吗？大侠哥，我这就去试试。哎，且慢。大侠哥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说经脉没有打通吧？那我这一脑袋这不是白扎了吗？这都白受了。你的经脉确实已经打通了，你要是不信，我们可以试一试。正好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马壮士来帮帮忙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经脉通了就好。大侠哥，你别老说帮忙，你吩咐啥事儿我都给你办去。我想麻烦你帮老夫把这个锦盒放在大殿的牌匾后面。啊，把锦盒放在牌匾之后，那这里边东西一定很重要了。我能不能先看看？时机未到，这封信的内容绝对不能事先告诉任何人。大侠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刚才你写信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写什么了，你不怕我告诉别人吗？我知道你不会的。大侠哥，你真的是对我太了解了。你知道我口风紧，能守得住秘密，是吧？你口风紧不紧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你一定会保守秘密。你不知道我口风紧不紧，就这么相信我？你不是要杀人灭口吧？没有这个必要。我知道你不识字，根本看不懂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。大侠哥，我发现你骂人比小少爷狠，没脏字儿。艾迪，咱们现在可是到了京城，这到处都是魏忠贤的眼线，凡事要更加小心。冬青姐，明知道有危险，干嘛还要从这里走啊？又不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。你要知道，这可是从辽东过来最近的一条路了，咱们必须尽快赶到阳明山庄。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说起来，这个袁大将军也真是的，明知道我们肯定会遇上危险的，还不派点人跟着我们，害得我们一路上还担惊受怕的。哼！你呀，别再啰嗦了。总之，还是那句老话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，不要多管闲事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
没穿官服，你怎么知道是锦衣卫啊？你看他们手里的绣春刀，那个我认识，只有锦衣卫的人才会。哎呀，董喜杰，你刚才不是告诉过我别多管闲事吗？这次不是多管闲事。你看，他们跟踪那顶轿子，一定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。我得去看看。等我。马壮士，你把锦盒放在大厅内那个牌匾后面吧。大侠哥，你交代的事完成了，都办好了。谢谢马壮士，您先下来吧。啊！你光叫我想飞就飞了，没叫我想停就停啊！什么？站庄主，您教会了马上飞怎么飞，那你也知道该怎么能让它停吧？这个我真不知道从何教起啊。什么？老夫只知道打通他的经脉，让他施展轻功的时候收放自如，但是他怎么学会的，我就无从所知了。我怎么叫他停呢？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我说你们俩别聊了，行不行啊？快点想辙呀！我还要上茅厕呢。那你以前停的时候是怎么做的？站庄主，他以前不是撞树就是撞墙。那看来，他这次只能撞墙了。啊，站庄主，你看马尚飞长那么胖，他一撞墙能把整堵墙都给撞塌了。如果不怕他把折剑山庄给拆了，那你就让他撞吧。只好如此了。大侠哥，别挡着我！你给我撞散了怎么办呀？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！啊，马尚飞！马壮士，马壮士，你没事吧？马尚飞，能没事吧？脖子毁了。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。铜镜离墨，胭脂红，灯远方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